多謝主席。我留意到局長喺個主體答覆裏面咧，即係針對呢個大學城咧，其實都提咗4個目標咧，即係產業導向、產業帶動咧，對於產業嘅發展都好重視。但係亦都好具體講咧，就係鼓勵本地專上學院校以自資模式與中外知名院校咧，以靈活創新嘅模式開拓更多品牌課程、研究合作同埋交流項目嘅。嗱，咁我想了解咧，就係因為呢度都強調咧，就係本地嘅專上學院。咁係咪即係話，如果有海外或者內地知名嘅學院嚟喺北都希望發展、尋找呢個機遇嘅時候咧，現時嗰個方向咧，其實係排除佢哋，除非佢哋係同本地院校係合作，咁樣先會俾佢哋嘅咧。多謝主席。局長。主席，北都呢一個嘅板塊嘅發展咧，其實咧我哋係主要係以自資嘅模式，即係話無論係我哋嗰個嘅即係本地嘅院校，還是海外嘅院校，獨立辦學，還是係同我哋合作辦學，其實都係可以。不過咧就係個形式係自資嘅模式，同埋係自負盈虧嘅運作。咁所以咧我哋會見到咧，即係話如果我哋講緊產業導向咧，主要係希望積極探討我哋嗰個應用科學大學嘅角色啊，發展我哋嘅應用學位啦。如果係講緊係同國際知名嘅院校合作，包括跨境啊，或者係跨專業啊、跨院校啊等等呢啲合作咧，我哋都係希望咧係能夠有高質量嘅發展，同埋產生呢個協同嘅效應。唔該，主席。